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1915年到1935年这20年是台湾老花砖上界精华的时代。不过咧，因为第二摆世界大战爆发，花砖豆豆啊来停产，第书这个产业就安尼来凋零。不过8年了后，有一个人虽然伊无经济援助，点点啊坚持保存老厝顶的台湾花砖。伊是徐家斌，成立台湾花砖博物馆。会使讲是台湾上善的馆长，透过伊拍拼咧，互花砖搁一摆来流行，而且伫世界来徛起。这个上善的馆长伊讲，花砖就是伊这世人所追求的大富大贵。嘉惠花砖存古厝，彬彬君子传书名。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出来看徐家斌的故事。徐家斌一位真介意台湾花砖的台湾人，为20年前开始伫台湾各地找花砖，原本只想要保存花砖。不过，伫2015年，徐家斌伫家己买一栋有100年历史的老厝，成立花砖博物馆。这栋厝真水，这栋是木材行啊，伊要卖掉，毋过要买的人拢要拆掉，而且要都市更新。啊，这栋厝是对家来讲是最重要的一栋厝。迄时阵我嘛无想收条，我收一礼拜我就甲买落来。啊，买落来我大概用2年的时间去甲修理。啊，修理之后就甲我保存的花砖放伫遮互看。啊，迄时阵预约参观，啊，足侪人预约参观的。啊，愈来愈侪人预约参观，我就无就开放参观了。一开始只是将收藏的花砖放伫遮，不过却愈来愈侪人来遮参观。嘛，因为收藏的花砖数量真侪，所以就来成立博物馆。不过徐家斌说讲，这是全台湾上善车的博物馆。啊，这个博物馆其实伊无政府的支持，甲民间的支持，伊就是靠几啊志工的支持。啊，几啊志工的支持，其实伊的经费较少。啊，经费较少，毋过伊的活力阁足侪，所以对阮来讲，其实有经费无经费拢毋是重点，因为伊逐块伊的所有物件拢毋是买来的，伊的所有物件拢是保存落来的，所以每一块花砖、每一块家具，其实拢对阮遮的人拢是足有温度。阮就是甲收眠床好啊，伊可能伫老厝要拆。啊，有花砖的名称足珍贵的，伫台湾非常珍贵，因为世界只有台湾有。啊，伊拢是足大户人家，伊要挑，阮就甲物件保留。博物馆内每一个角落、每一项物件，拢是徐家斌甲志工做花救回来。对于这个古物历史，徐家斌无嫌麻烦，尽家己的力量详细讲解，就是希望大家会当更加了解花砖伫台湾的历史。这是脚踏垫，所以。台湾迄时阵有钱人啊，会甲花砖放伫家具馆顶，所以这是日本时代叫上品，就是有钱人咧用的。啊，这大家拢破去，你看拢破去，因为这是用打的，啊打100年，伊本来就破去，所以以前的名称足悬的，啊名称足悬的，伊就爱一个脚踏垫安尼搭起来，啊，所以。迄是反映迄时阵的流行文化。博物馆内每一块花砖、每一个家具，拢会当连接到每一个家庭，嘛拢有属于家己的故事。就是我细汉的时阵，经过的时阵，拢无注意这间厝，因为我想讲就是老厝嘛。啊，毋过即马就是上大学以后。登去厝，发现即马无共啊！来遮会想起我阿嬷兜的，我妈妈兜的那个装潢。想讲这真特殊啊呢，想讲台湾有人伫保存遮个旧的物件呢，感觉真稀奇啦。旧花砖除了保存欣赏，未来嘛希望会当融入伫生活中。花砖上好就是伊会当。佮对起人的生活，因为100年前花砖就是用伫厝的装潢环境，啊，100年后，阮嘛是希望就是花砖佮会当对起人的生活，嘿，啊，所以
即摆足侪厝的装潢其实拢会用回装。这个很有意义，而且是很台湾味的东西。那我想说，在我的新家里面，那带一点这种元素的话，我觉得很有意义。我是在我家的隔栅，就是我做了一个这样子的花砖的装饰。所以您选了这3个图案。对，这是一部分。那我在楼梯的部分也有。徐嘉宾讲，文化不止保存，也搁爱带着时代向前行。旧花庄嘛，希望花庄会当再一次进入生活中，除了见证100年前的流行艺术，嘛，予后一代的台湾人会当熟悉花庄的美丽。嘉开花庄村古厝，彬彬君子传书名。今日就邀请到咱讲全台湾上善的这个馆长徐嘉宾馆长，你好。你好，像咱讲是这个上善的馆长。上善的馆长就是阮博物馆大部分拢是志工咧支持的，所以大家一面做工课，一面做花庄的保存，甲做宣传。是吼，咱看到这个花庄真正是无简单。咱讲吼，一遐吼，拢毋是买入来，拢是自这个老厝啦吼，老厝顶去甲捡倒来，去甲抢救倒来吼。就是老厝也要互拆掉，阮就希望会当甲老厝的花庄保存起来。就算这个老厝啊，互拆掉以后，另外一个生命当保存起来，是继续活落去。有影啦吼，咱看到咱桌仔顶有2地，咱来看到我先正边的这地啦吼，有看到这个桃仔，嘛有这个往来甲金蕉啦吼，这拢是咱讲1915年甲1935年这20档日本时代台湾上穿的吼，有这种3种水果，代表是咱台湾特有的这个水果嘛吼。所以伊就甲这放伫厝的馆顶，是，伊就代表我祈求来年的丰收。哦，来年的丰收啦吼，就是讲金蕉咱嘛大出啦，因为销日本嘛吼，往来嘛是共款。啊，桃仔佫是有这个灯会秀的意思啦吼。无毋对。是。对花庄来讲，伊用伫厝的，就是嘛是一个祈福的意思。就是我甲放伫厝馆顶，我祈求长寿，祈求健康，规个会当保庇这栋厝的人，甲厝外的人所有的健康。是啦吼。所以每一块花庄拢是一个祝福，拢是一种祝福啦吼。其实咱佫看到另外一地，咱看到头顶哦，它就是下流啦吼，就是咱讲的这个华语的石榴啦吼。因为伊较高级啦吼，就是讲这个子孙生较济的意思啦吼。下底那是个这个葡萄嘛是共款，嘛是因为这个一拍一拍呢啦吼，就是讲较高生的吼。边啊，这个红色的这个所在，就是这个苹果。苹果要叫伊什么意思咧？苹果是平安啦吼，平安啦吼。咱嘛看到，这嘛是有一个灯会秀啦吼，这个桃仔灯秀啦。另外看到这个黄色的这是什么？黄色的是佛手柑。哦，嘛是叫伊音嘛吼。对。祝福的这个福啦。佛甲佛祖感应的艺术，的福气的艺术。真正有福气啦。其实上重要是这内底，这个黄金。过来咧，万纽啦吼，所以黄金万纽伫迄个时代是真重要这个吼。因为趁钱嘛，趁钱大家拢来啊。是。所以这地伫博物馆是上受欢迎的。安怎讲？所以我伫咧变数的放8地伫馆顶。8地咧吼，就是黄金满是的对。对，毋过大家拢毋是捞黄金万纽落来，拢是捞黄金落来。但是这个黄金万纽啦，就是咱会当反映这个，咱讲这个。花庄啦吼，就是反映迄当时咱台湾人迄当阵，这个好业人一个象征伫咧啦吼。因为花庄迄时阵是相当贵，伊比土地较贵。比土地较贵。对，所以拢是上有钱人咧用的。所以伊有钱人希望讲，伊趁足侪钱的，因足辛苦足拍拼的，伊希望伊会拍拼去互子孙看到，去互边仔人看到，所以伊甲这伊去买花庄啊，放伫伊的厝馆顶，互人知影伊是足拍拼，会当受肯定。有影啦吼，尤其咱讲这花庄是过咸水来的，日本来的啦吼，迄当阵真正是有钱好业人才买得起啦吼。毋过咱讲这个过咸水的现主时是咱这台湾吼才有的啦吼，因为你的这个拍拼来复兴伫咧啦吼，尤其咱成立这个博物馆，到几档啊？即马博物馆成立3档啊，3档啊吼，这3档来，偌济人去参观过？我非常的多哦，因为博物馆拜6礼拜其实拢是满人，都有时间管制，佫有管制的对啊。对，阮博物馆即马就是外国人嘛足侪，日本人啊，还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人足侪，因为国内嘛足有花庄的。是。
所以咱讲到这个花庄啦吼，博物馆啊，伫这间老厝，咱讲这间老厝是过去，过去咱这个家己上大的，还是讲全台湾上大的木材行啦吼。我买落来时阵，我唔知伊是上大的木材行，买落来唔知，唔知，因为我是感觉这栋老厝对家己最重要，就是伊迄条街就剩这栋老厝最水的。是。啊，所以先有钱要找我就甲买落，我就想一礼拜我就甲买落来啊。一礼拜就甲决定落来。对，啊，大概退休金拢甲买起来。退休金拢买。所以买落来之后，我就开始去研究追究伊的历史。啊，所以是日本时代台湾开上大的木材行。以前陈澄波啊、林玉山啊、卜天生拢会来遮作画，因为伊是做有钱的人，啊做爱艺文的人。所以伫这栋老厝足侪故事。是。啊，这栋老厝伊嘛是阿里山的迄种ヒノキ做的，所以规栋是足水的。是。不过买进前，是毋是安尼像迄老厝破安尼？对，买进前是真歹，买进前是三猫臭臭锅。哦，做火锅的啦。嘿，是做火锅啊，真歹，你可能行入你就想要离开啊。想要离开。因为环境足歹的，二楼环境拢足歹的。但是你啥迄当阵，就想一礼拜就要甲掘落。因为我有去看隔壁，我因为是三栋合作伙，我看隔壁佫有看到原始的状态是真水，所以我就希望，因为迄时阵其实这要都市更新，啊都市更新，啊这个厝主20年前伊无爱卖掉，啊所以我想讲，因为大家拢要拆掉，所以我甲买落来，啊买来这栋就袂拆掉，是，啊所以我大概想一礼拜，我就想讲甲买落啊。所以厝主嘛唔甘厝，要向这个都市更新啦吼，啊你佫拄好有这个缘，都捡到这间老厝啦吼。不过你当阵是2014年就买这间厝啊，啊2016年才成立这个博物馆嘛。对，是。因为迄时阵用2年时间去修啊，因为修老厝是足困难的一件代志，因为所有拢叫甲老师傅合作，迄老师傅拢60几岁啊，所有工法拢照以前咧修复，所以规个过程是足辛苦的，毋过修起来就是足赞的，就变成本来一栋足歹的厝，啊变成足侪国际外人士拢会来看。是，所以伫遮啦吼，咱讲这个济人士拢来到咱的这个家己。这个林森西路啦吼，伫遮来看这间博物馆，啊，尤其迄当阵成立这个博物馆上要义的代志是啥物？要义，嘿，都是上大的这个目标啦吼。上重要的目标就是，其实我嘛无想要成立博物馆，因为这工程足无用的。是，就是。阮开始去用预约参观，发觉那大家拢想要来看花庄，台湾足侪人来看花庄啊，愈来愈侪，愈来愈侪之后，阮就是讲无，阮开放博物馆，开放博物馆之后，就开始足侪人来看的，是，就开始有肩负台湾的花砖的迄种宣传的使命，甲再造的使命，就是安尼起来，是，就是。命运是用推着走的，红塞来行就对啦吼。啊，不过你有另外一个身份是这个工程师啦吼。一般做这个理工的吼，一般啦吼，想讲啊去做花砖这个修复，去印象的这个连接啦吼，较无法深。现在你会投入去做这？因为花砖是真水，所以伫我大学的时阵，在追求一个查某囡仔，爱学文学。是。啊，因兜有花砖，啊，阮就又甲问讲花砖是因厝顶的相片我看，啊问我这是啥物？是，啊我其实毋知影，啊理工的要甲查某囡仔开讲是一个足困难的代志，因为足少甲查某囡仔斗阵，所以就去图书馆去查讲这是啥物花砖。是。啊，阮想去查，才发觉不得了，伊伫世界足有名的，伫英国叫做维多利亚花砖，啊，伫新加坡叫做娘惹砖，伫日本叫马约利卡瓷砖，所以是一个足国际化的砖。啊，这国际化砖乃装伫厝馆顶足珍贵的。是。啊，所以我就会当甲查某囡仔开讲。哦，所以迄当初时是为着要约查某囡仔，才去了解，无想讲，一载了就是20外栋啊。对，其实伊真正足水的，所以阮就一栋一栋啊老厝去甲翕。啊，豆豆就足介意这花砖的。是，所以一开始敢若翕相尔。一开始学生时代就是翕相，学生时代无钱嘛。就是逐月去翕相安尼，是啊一堆宅男嘛，拢足宅的，较无代志做。拢是用这otaku古啦吼。是，但是你讲这个工程师吼，一般来讲是毋是介无用？啊，你哪有时间搁去用这个花砖咧？因为
对这是一个足好的兴趣，因为工程师足无用，我足少看到太阳的，因为下班拢半暝啊，透早去上班，所以会当看到这遮尔水的物件做调剂，其实足侪工程师拢是安尼，因假日啊休闲拢会去看台湾较旧的文化，这真正是足好的调剂，所以其实工程师有足侪人就爱这种老文化。所以这是栽了到20几档啦吼。其实你伫这身躯顶，佫有一项真特别的物件，伫你这个手腕头顶啦吼，互观众朋友看者吼。这嘛是一个徽章啦吼，你家己做伫这个手腕头顶啦吼。咱等下吼，这较斟酌的，这个是蓝色的这个部分啦吼。这是什么代表什么多样咧？这是有即马全世界，敢若我有尔。全世界敢若你有。因为我足介意即块，因为我以前录的查某囡仔因兜就是即块。吼，即阵是恁太太啊。对，即马是阮太太。是。啊，这嘛是我第一去保存的徽章，因为伊是蓝色的。是。啊，伊即类花，伊即个徽章意思是健康，所以放伫厝的馆顶足显眼的。啊，伊嘛会当保护即个厝的人甲厝外的人的健康。是。嘿，所以这台湾人最爱用即块。有影啦吼，就是讲这个蓝色代表健康啦。啊，迄当阵就是讲这个蓝色的这个徽章是一般世上有的啦吼。因为蓝色其实蓝色足珍贵，因为蓝色无好烧。无好烧。嘿，伊失败率较悬，所以只要蓝色的徽章拢足珍贵的。对。所以主要咱讲过去这一块一块这个徽章，嘛会当变成这个装搭啦吼，就是咱讲华语讲的这个装饰品吼。无论是你手腕这个，啊，佫有做啥物？我嘛有做耳环、耳钩啊，是，然后破链嘛有无？破链嘛有，是，因为查某囡仔拢最爱这种装饰品的。阮做这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阮去国外宣传的时阵啊，阮就用耳钩啊，去互人做 DIY 尝试。所以去足侪国家的，啊，大家拢足介意的，因为足介意，只要伊就对台湾的徽章文化就足有兴趣的。就阮去韩国首尔去做宣传，是，隔工就看到伊来台湾啊。隔工就来啊？对，所以这是一个足好的。然后我嘛希望就是足侪人会当看到耳钩啊，伊当摕出国，啊，可能会当人介绍讲，这是台湾的徽章文化。有影啦吼。因为足侪徽章拢足水，可能是欧美的，毋过你挂家己国家的徽章文化，你也嘛会当人讲足侪历史，你会当甲讲，即个徽章是林献堂迄时阵咧中红引导简讯路咧用的，拢是一段故事的。对，啊，徽章对台湾足侪历史的。是，尤其咱讲这个徽章啊，其实外交部嘛，甲你这个徽章做摕来创啥物？摕来做外交的送礼，是副总统出去啊，还是院长出去啊，还是有贵宾来啊，因就送这徽章，因为阮有副科嘛，啊送这徽章互外国人看，因就知影，因为足侪国家有徽章的，所以足容易做朋友的。有影啦，伊就会当看到，这徽章是，阮就会介绍讲，这徽章是对一栋台湾的老厝啊，对台湾来讲是啥物意义？是，所以咱要继续带观众朋友来看讲，这个徽章伫台湾的这个精髓甲精神。伫1915年到1935年，日本人制作真侪徽章，因为价小无俗，所以若是伫徛家有使用徽章，一定是好野人，代表对后代的愿望甲祝福，嘛希望厝会当一代一代传落去。以前叫做维多利亚瓷砖，嘿，那所以足早以前就做啊，只要英国人走去日本教安怎做徽章。啊，日本就足侪人工厂会晓做徽章，啊，会晓做徽章，就慢慢甲英国人拍牌。除了台湾，其实伫新加坡、马来西亚甲其他国家嘛有徽章，不过每一个国家的徽章呈现出来感觉拢无共款，尤其是台湾建筑物甲徽章的结合真有变化。徐嘉宾去过几落国家，伊发觉咱台湾的徽章建筑每一栋拢无共款。我一直感觉台湾的徽章是世界上水的，是因为徽章真贵，所以台湾人摕着徽章之后，可能一个家族用10块尔。阮兜真有钱，所以我嘛会买去10块尔。啊，这10块台湾的工匠，因为台湾工匠足好，伊拢求新求变，所以会甲台湾的红砖建筑啊，甲足侪工艺把它结合在一起。伊可能一个徽章做主体，啊，边啊把个工艺甲变成一个艺术的品，所以台湾的特色就是
台湾有100栋、1万栋回增的厝，伊都有1万个无共的装置，伫世界看无啊。台湾花针大部分拢是日本生产，饲家宾除了保存以外，后来嘛开始想办法制作花针。不过每一块花针拢是手工制作，对雕刻开始抹色水，然后再搁经过上千度的烧的过程，才有法度做好一块花针。过程是真无简单。伊会100年无做，伫全世界无做，是因为真正歹做，所以这真正是做几啊年啊。因为这你摕去英国画嘛，无人要画，因为伊的釉真正是无好做所以失败。我记得做头前几啊档拢是失败一直累积经验，一直累积经验，一直甲师傅一直累积经验，大家拢无放弃，无放弃之后，豆豆才做起来。合作的第一片是这个富贵牡丹，那我们拿来的时候，其实突然馆长可能会让我看个几片，因为当初他光一个图案可能很多厂，可能有超过2间的工厂，他们都会有做这个图案。那我们就会去讨论，然后就是开始讨论，它是往下刻的阴刻的方式，还是往上加法的方式。雕刻花针一定爱画好线、量好寸尺，然后一步一步慢慢啊雕刻，将花针顶面的图样刻出来。一块花针至少爱用3-4天，若是较复杂的图样，可能爱7天以上。另外嘛爱注意花针甲花针结合起来线条是不是会拔。所以它有些图其实它都有设计是要连贯的，对。所以像下一片要雕的这一片，其实就是必须要考虑到我雕了这一片，等会它贴第2片的时候，是不是它是整个圆形的弧度接过去？花针艺术每一块拢有故事，有的是勾一片呈现出来美丽，有的是需要搁落地连做伙才会当看出整体气势。手工制作虽然成本真悬，不过透过双手的心意，嘛让花针变了搁较有温度。嘉惠花针村古厝，彬彬君子传书名。继续，咱要来请教咱的馆长啦吼。其实咱讲，倒位人上爱来看咱的这个花针？日本人。安怎讲？因为这花针是为日本传的，不过日本因拢拆掉啊，嘿，所以足可惜的。是。所以因即马要看花针，等到要来台湾看。像阮朋友伊咧研究花针，伊逐个月拢来台湾去。排一个包啊，逐位去翕相，是，嘿，拢足爱花针的。是啊，像啊，迄当阵咱讲1915年甲这个1935年啊，这20档是咧上济伫台湾上济花针的这个时代，因为这个大战啊吼爆发，啊煞停产，是全球拢停产嘛？全球拢停产，因为这花针是足珍贵的，因为伊逐地拢是用画的，所以用画是一个足精致的奢侈品。是，所以奢侈品呢，只要的2战。战争就无可能去做其实伊嘛足歹做的，是，所以伫现今这个时代要做嘛无简单，因为伊个甲以前的种技法个追寻得来，过来就是你要足侪人去画的，足侪人。以前一个工厂拢几千人咧画。是啦，咱讲其实讲到这个部分啊吼，100吨一个物件要甲捡回来，其实有真侪工啦吼，尤其我看了这影片内底，你要去爬悬爬低。啊，有当时啊，冒着这个性命这个危险，啊去伫遐卡，尾啊有用这个吊车去吊，然后规个这个牛甲吊落来。因为对阮来讲，就是花针的保存是重点，毋过上重要是保存台湾的文化。因为花针会甲台湾足侪文化整合在整合做伙，像泥塑、甲剪黏、甲唐号，所以对阮来讲，阮会规个拢甲。固落来，固来，阮会规个拢保存起来，所以这对阮来讲是上重要一件代志。所以有的所在无法度固落来，阮就是人爱爬起你去，甲豆豆甲卡落来，这就是真正真危险的代志。有受伤过？受伤是有时会卡着手啊，会卡着手啊，主要是真忝，因为你可能爱伫厝顶卡2-3天。这尔久哦？阮有诶，迄种花针保存，其实阮拢足详细，像。顶次三啊，屏东的保存，阮就保存8天。8天。对啊，所以其实保存是一种细致、甲种漫长的一个工课。尤其咱讲吼，其实甲拆落来，这个工程才打开始啦吼。尤其因为这个100外吨啊，这个捆咯，拢伫埋起啊，拢伫头顶对无？对。所以阮内底嘛，化工的人咧研究安怎甲捆
甲去掉，因为你放伫外口啊，足侪菌拢会走落去。是，所以伊开一两个时间咧研究讲要怎甲菌去掉，啊伊的幼色可以保持甲以前同款。所以对阮来讲，有研究有成功，所以逐块花针弄落来时阵，阮搁爱开大概2个月时阵去甲修复。是，啊，才我都看到一个较水的花针出来。尤其看这工真正真幼啦吼，就是讲你爱浸伫药水啊，搁甲磨，啊，搁放入去药水，搁放2-3点钟，啊，搁出来搁磨，这真高工呢。因为保存本来就是一个足高工的物件，啊，对保存来讲，阮这算较简单。较简单啦，对。是。啊，较侪地安尼啦。较侪地啦吼，所以安尼即阵几地啊？阮这大概保存5000几地。5000几地，安尼是差不多几栋厝？都有100几栋，因为5000几地，佫无挂迄种足大地。其实阮上保存上大拢是规地安尼保存落来，迄佫无算伫内底。啊，阮拆做一地大概5000几地啊。5000几地啦吼。其实咱除了讲即个日本以外吼，欧洲嘛真爱咱的即个花针啦吼。安怎讲？因为台湾甲欧洲咧做花针较无共，欧洲的规个外墙拢是花针嘛。啊，对台湾来讲，因为台湾人摕到这花针是真贵，比土地较贵。啊，有钱人啊伊佮教足好，有足好的匠师。是。所以花针就教足侪剪黏啊，甲泥塑啊，足侪艺术合作伙。所以台湾有1万栋花针的厝，逐栋拢无共，伊拢做甲逐地拢足水的。是。啊，一块花针甲台湾的红砖合作伙之后，哦，伊会千变万化，迄足丰富的。所以不管是日本人，还是欧洲人，还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人来台湾看，伊拢看到哦，台湾的花针的应用是足千变万化，足真正无共款啦吼。你敢讲2016年啦，咱这个法国马赛这个大学，嘛帮恁去申请到这个世界非物质的这个遗产吼。因为花针是全球化的一个物件，所以迄一阵马赛大学教授伊就是有一个计划伫2012年到2016年，伊有联合法国、英国、比利时、新加坡、日本，啊又甲台湾放来，因为台湾花针是真正足水的。中国阁无咧，无中国无。是。所以伊就去申请这个，伊研究计划有4年，再来去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这真无简单啊！因到尾时阵，马赛尔大学校长甲联合国有签署备忘录，啊，这有正式的去审核。啊，这是种难的。我看伊这物件咧申请就开2年时间。是。所以这嘛是台湾唯一当入去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因为全球花针文化，台湾都一点，啊，规个包裹落去是一个足好的一个方法。有影吼，所以。虽然即阵敢通过啊，未？未，所以即马联合国咧审查，所以我问教授当时会通过，讲这爱看联合国因内部的审查，因为有团队为机制，所以大概联合国咧发布世界文化遗产时，我拢得去网络看。真期待啦吼！看当时咱台湾花针会当列入去因为这个非物质这个世界遗产底。对，因为我感觉有机会，因为这对全世界来讲，1935年拢停产，啊，对大个国家来讲，拢保护甲真好。是，你讲大个国家拢保护啊真好，啊台湾、新加坡是有花针的立法保护，立法来保护。对啊，马来西亚是伊伫世界文化遗产的内底。槟城甲马六甲内底，所以嘛保护足好诶。是。啊，台湾是无咧保护啦，所以无咧保护。所以伊咧拆真紧，逐个月拢会拆几啊栋。所以敢若剩台湾啦吼，好你家在有恁也算保护掉诶，但是保护诶这中间，其实爱甲这个可能是老厝主啊，啊伫有一寡conversation 啊，来沟通一下吼，讲啊，这会使互我保存无？这个中央诶美角伫倒位？就是。你爱取得伊的信任，就是你爱甲讲，你是来保存这种物件的，啊，毋是来阻止伊拆厝的。因为对因来讲，迄厝的利益上大，迄一栋厝拢几千万嘛，啊，产权足复杂的，啊，所以无法度阻止伊拆厝，啊，就是阮希望就是伊会当这方保存，像我举我遐咧拆6卡的厝的为例，6角巷伫阮厝。我着先去厝边找像是厝主，啊，厝主一台包，阮着去几啊届去甲伊沟通，啊，取得信任，啊，就是讲伊要拆之前先互阮保存，啊，保存有可能阮会甲买，
有可能阮会互伊一部分，有可能处处伊摕嘛无效，伊就关互博物馆。嘿，所以大概就是取得处处的信任是上困难的。因为这是你讲的较好的例嘛吼，有的较歹的例，有人就是叫是你是咱讲这个文书工作者，就是要甲保存，有的人吼惊吼，你去甲通报，因这栋厝就变这个古迹，无法度去卖的。有安尼这个情形？有啊，阮就有咧拄着，就是已经咧卡，伊就卡。我讲你该当停来，互阮保存，伊讲无，阮无咧卡。因为对伊来讲，伊袂当停啊。是，因为已经签约落去啊。伊对建商来讲，伊签约，伊也无卡掉，对伊来讲，伊是违法，因为伊是违约。是。所以我也去文化局报案，有两个就是伊半暝甲烧掉嘛，无就是半暝甲叫怪手伊甲卡掉嘛。所以要阻止人卡老厝是非常的困难的一件代志。所以对阮来讲，阮上务实的、较务实的，无阮就甲回征保存起来。是。对。就是安尼啦吼，就是讲嘛有这个要去甲法庭讲互我扣一个，因为这拢是真正是拆一间减一间啦吼。若是无保存的咧，恁即阵有啥物办法来去做一寡统计啦，也好，也是讲其他这个方法来去先了解到讲台湾还佫有倒侪位有这个回征的这个存在。其实台湾对回征的研究无侪，就是国外对回征的研究拢足详细的，像日本人就来甲阮讲，就是讲恁若无对台湾的所有回征的厝做统计呢？你应该做一下调查去统计。是。所以今年伫阮甲文化部合作，就是我有成立一个团队，专职的团队，阮就是要统计台湾到底有几栋回征的厝，足歹找的，逐栋拢伫庄脚啊，伫室内足歹找的。所以阮就一个团队来去做这，阮就希望讲，这个团队的人甲这统计起来，一间一间啊回征去访问，去甲记录，去甲翕相。就算后摆即栋厝拆掉，其实迄影像嘛，佫有留落来。嘛当甲这资料互政府，就是讲，有遮济一年一年减少，咱要安怎处理较好。所以阮就今年就开始去做这种足扎实的工课。压力足大的啦，因为毋过这是一定爱做的代志，因为这是足扎实的研究。有影，因为讲过去咧做的时阵，自深台始先翕相尔，尾就是讲我去甲。当讲会使互我保存落，这个故事这个部分也无法深啦吼。因为过来就是你人爱到遐，这栋厝回征甲这栋厝的关系、历史甲伊的艺术价值，迄就是开始爱写足详细，逐个相片爱安怎翕，迄拢爱足详细，迄就是开始做研究。这研究爱足长期的嘛，所以这对博物馆来讲，这是一定爱做的代志。国家嘛有咧支持这，足感谢国家的。有影啦吼，因为讲过去你做20外档啊吼，最近国家的力量才有入来到遮。咱头段嘛讲到，亲像这个新加坡还是讲马来西亚，因拢是透过法律来去保存咱遮这个回征啦吼。台湾这第一个会使往倒位去行。我觉台湾就是，其实民间的力量足大，所以其实民间足侪人咧做保存的力量，所以要安怎互民间愿意保存这回征的厝，其实。政策的立法，其实民间就会家己去做，因为保存厝爱足侪钱的，政府的财源无一定会当去做这件代志。不过民间就是足侪人想要保存这种，像我保存一栋老厝，我甘愿去做，因为我最爱老厝的。所以你会当立法，或者足介意老厝的人，安怎去保护老厝、拥有老厝？对于有一寡法令上的一寡较好的一寡。互因较一寡优惠，所以足侪人愿意做这件代志，所以阮嘛足侪人就愿意做这件代志。所以伫咧法律头顶啊吼，看会使有有空间吼来去做协调啦吼，即个咱回征这个保存，甲这个厝主啊是讲咱这个保存的这个部分吼，会当做一个平衡啦吼。所以咱继续要来讲看大家啦吼，因为过去咱讲抢救再抢救啦，就是要抢救这个老厝头顶的这个回征啦吼，就是讲这个抢救的这个过程是安怎，咱先做伙来看。美丽回征经过吹风曝日，毋若袂变形，褪色嘛真少出现壁损。只可惜回征流行的时间只有短20年，因为战争的关系，就伫全世界拢停产咯。不过，若是详细找，台湾的回征老厝其实也阁真侪。其实中华甲台南，即马足侪婚姻嘛足侪，屏东嘛足侪，你也像台北就出古迹有尔，系啊，所以。
以前有1万几栋嘛，啊你豆豆拆，就拢像我好啊，阮一个月保存大概1栋到2栋。这么紧的速度，一个月就1栋要拆。所以顶个月新丰上大的老厝，足大足水的老厝，啊回庄老厝伊嘛拆掉啊。台湾迄当时大约有1万多栋的回庄老厝，后来一直拆掉，现在只剩400-500栋。若是厝拆掉，这个回庄就消失了。大部分回庄拢藏伫庄骹，足大的三合院足水的，嘿，啊这拢几百年的足水的，啊其实这种。大家去观光拢去都市啊，像迄老街啊，其实足水的三合院拢伫庄骹。啊，中华有这旧街拢足水的，啊拢保留甲真好。台湾咧拆种厝其实是足紧的，你其实嘛无能为力啦，所以嘛真可惜啦。一开始只是先翕相，但是徐家斌发现厝愈拆愈侪，回庄就愈来愈少，所以开始去拆除的现场救回庄。对阮来讲，阮拢会请，阮拢会付出足大的代价去做这件代志。阮拢会阮拢会像一个构件，阮拢会先甲构件切开，然后把它切开，然后过来再吊灶。吊灶之后，阮才倒来慢慢啊豆豆甲切，一块啊摕落来。所以对阮来讲，因为阮无想要甲回庄甲本体的构件甲分开，所以对阮来讲，阮的保存是安尼。阮嘛无想要就是讲。因为回庄甲后壁的阿梅头是连做伙，所以我嘛无希望伫遐甲分离，因为你伫遐甲分离有可能会破坏回庄的本体，所以对我来讲，我拢是规定甲切落来，切落来再倒来豆豆以后，把阿梅头全部慢慢甲挂掉再甲回庄摕落来，所以对我来讲是安尼，所以逐块回庄倒来，我若要甲分开，拢要开2个月的时间。徐家斌不求回报，咧做回庄的保存，对回庄文化坚持甲付出，嘛互身躯边的人看甲真感动。我真的很佩服他，因为我觉得他虽然不是那种高壮的猛男型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力量其实更胜于对其他的那种 muscle 的人，因为我觉得他。就是除了平常的工作之余，那假日他还在保护花砖，所以有时候当我工作辛苦的时候，其实就可能别人觉得很辛苦，但是我觉得不苦，因为我觉得有一个人他有更大的使命在前面，而且就是我觉得他是我学习的榜样。你咧工程师嘛真无聊，做工程嘛真无聊，做灾难的，有这合作嘛是真好，但是其实台湾民间的力量其实足大。就是足侪人咧保存，我保存这嘛，别人可能保存其他物件。对我来讲，嘛足侪人比我较厉害，因为保存是另外物件，嘛足厉害。嘛总之用一世人咧做，这算兴趣啊。讲到家己所做的代志，徐家斌真谦虚。伫8年后的现在，徐家斌嘛已经开始将台湾的回庄销到国外，希望未来会当将台湾文化放伫回庄，销去日本，甚至销到全世界。伫这个新的时代，将回庄做出属于新时代的变化。嘉惠回庄村古厝，彬彬君子传使命。继续，咱们来讲吼，其实回庄吼，因为恁做这个修复这地已经做到升级啊吼，有人嘛会食好到相报，甲你讲倒有厝要搁卡，叫恁经过安尼。其实足侪民众拢真热情的，就是后厝要拆，伊就来甲阮讲，对位要拆，恁紧去保存。第二嘛有足侪厝主，其实伊要拆，伊嘛足毋甘因厝的回庄向拆去，伊嘛叫阮来保存。上重要就是全台湾的足侪拆厝的怪手啊，伊若拆着回庄老厝啊，因为阮有甲伊合作过，伊嘛会甲阮讲，遮要保存，叫阮来保存。所以其实台湾咧拆回庄的厝，阮大概拢会知影。所以这个真正是咱讲食好到相报啦，有人咧做保存，你嘛有需要，伊嘛有需要，所以大家做伙来合作安尼。对，无毋对。其实足侪拆厝的人，其实嘛足爱老厝的，其实伊会做工课是拆。老厝的啊，也无法度。是，不过咱讲到这个拆厝这部分啊吼，其实有的人是真正唔甘这个厝要互拆，有的人是这个厝已经足久啊，但是伊这个回庄拢失去啊，你能安怎帮助因？
其实阮甲徽章拆落来，对阮来讲上重要，毋是伫博物馆展示，阮希望这徽章搁对去老厝。哦，所以只要恁兜本来就是徽章老厝，啊，你也要修复的话，阮就会免费提供你徽章。所以阮会派人去栋老厝看，伊原来徽章是生安怎，啊，阮会甲旧的徽章送互伊，啊，互伊做修复。是。因为对台湾人上重要就是伊个会当对去老厝馆顶。所以因互恁的回馈是啥物？比如讲，这个厝徽章已经起一徛去啊，啊，恁搁互因这个过去吼，这个徽章搁互因，因会甲恁真说多谢啦吼。因为我应该是大家甲因说多谢，因为愿意修复老厝的人就无简单，就是因要甲因的老厝修复，因家己才会摕几百万出来。啊，所以这是足有心的代志，这足无简单的。所以对我来讲，敢若是摕徽章互因尔，是咱会甲说多谢，因为因足有心的。伊嘛是要做保存啊。对，因做保存，因为保存老厝甲修复老厝，其实我感觉拢是足好的代志，啊，足无简单。足无简单啊！吼，所以真正吼，爱欢迎这个乡亲好朋友啦，处理然后这个老厝的吼，啊，这个徽章若有起徛，咱就来请咱的嘉宾兄啦吼，就是讲会当看咱会当修复这个帮咱因这个无安尼啊。无问题啊，是。阮遮有5000多地资料库，本来就是希望。足侪人会当来修老厝，啊，甲摕倒去，因为阮保存收济其实无啥意义啊。是。博物馆嘛展示1000几地尔，无够大，所以其实这会当对老厝对台湾是上好的。是。所以拄则咱嘛有讲到，这个法律是重要，但是民间这个力量真正爱搁较强一个啦吼。就是讲透过这个咱嘉宾这个馆长啦吼，虽然咱讲这个是上善的，但是这个心无善啦吼，就是讲真正是真富裕，透过这个徽章啦吼，会当。牵甲侪做侪这个好朋友伫啦吼，啊其实咱讲伫厝的这个修复以外，其他这个咱拄仔嘛讲着做侪这个商品的啊，亲像咱讲的这个耳钩啦、这个破链啦吼，啊其实嘛做做侪这个 DIY 课程，互大家来认捌着这个徽章啦吼。所以阮甲教育部嘛合作，所以阮有教迄种做侪美术老师啊，伊嘛老师来遮做徽章，啊老师做徽章之后，就当靠体验，当甲学生。去教讲，这是啥物徽章？所以其实做这徽章的 DIY 伫博物馆是足受欢迎的，所以因为伊会当做这块徽章，因为当保存100年嘛，所以100年后，佫是一个古董啊，所以伊咧起厝时，佫会当甲这徽章用伫伊的厝。啊，像阮遮嘛有咧做迄种爱情鸟的徽章啊，所以有情侣来就是来画做2块爱情鸟的徽章，啊一人一块安尼，会永远做伙。啊，嘛有康乃馨的徽章，就是母亲节，你也怀孕啊，你就当画一个徽章，康乃馨徽章做纪念，啊这是即个囡仔生落来的徽章。啊，迄拢会当留100年啊，因为家己画足有感情的，所以阮希望就是。大家以前共款会当来博物馆啊，画家己的徽章，然后画家己的色彩的徽章。不过这个画其实爱拢爱功夫对无？画爱功夫，画这无简单啊，因为要画到水真正无简单。所以以前咧生产其实足难的，因为画爱训练。是。不过来阮博物馆，阮会好啊，甲你训练。好好甲你雕一下啦吼。就是你画出来真水，所以。其实徽章画出来，其实拢足水的，迄拢会当传家。是，会当传落来，一代传一代啦吼。不过咱讲，其实要做到这个烧的这个部分啦吼，其实头一摆是失败足侪地啦吼。其实徽章咧做上足困难的，因为伊是工业化的产物，所以我时阵我做科技的，科技的。袂当失败。真复杂。是。啊，我想讲徽章真好做，我去做的时阵才发觉徽章其实足歹做。因为伊失传100年，是啊，失传100年物件无人要捡，就是真困难的代志。所以阮甲英哥足侪老师啊，老匠师足经验拢足好诶。迄研究几啊年，啊足侪失败之中，一直做，才研究到有一寡成果。是。所以阮即摆成果其实有法度外销，因为即摆阮感觉阮做诶物件已经是。伫世界品质已经是算足好诶，对。是，啊，当阵因为失败，但是有实质无？对啊，因为对阮科技来讲，就是你也失败，迄是一件真好诶代志。你会当记录为虾米失败？是。啊，你会分析你失败原因是虾米？是药吗？是药吗？是温度吗？所以一点点累积，所以阮大概拢是足侪坑落去，足侪规个拢失败，所以。
啊，本来研发就是安尼，就是愈困难的代志，伊做愈有价值。有影啦吼。所以对阮来讲，做这种物件足困难的，毋过对于台湾来讲是足有价值的。是。所以台湾也拜得咱外销回增。嘿。所以这个回增啦，毋若讲是即阵，咱讲是个文创这个商品尔然后，佫会当复兴过去，伫咧这个厝顶的这个部分啦吼。对，厝顶啊，拢足侪人用的，因为对阮来讲，就是文化一定爱互人需要。文创一定要有人需要，伊才有法度活落去。有影。所以回增甲100年以前共款，就是我需要你，我想要摕你回增做阮厝的装潢，甲100年共款。毋是讲我摕起来真水，是我需要你。所以阮往这个方向发展，啊，我嘛甲台湾的足侪，像阮即马嘛咧做兰花的回增，啊，就是世界兰花展的展示出，台湾的兰花真水，甲台湾的回增的兰花。搭配起来真水，安尼外销出去，所以回增会当甲这个技术建立好，因为台湾真正就会有莺歌的存在，莺歌产业陶瓷的存在，所以台湾会当复兴这个文化，台湾有足侪回增的文化，啊，台湾有足好的工艺，所以台湾有法度伫这个全世界输出这个回增的文化，是一个足好的代志。是，所以咱讲回增，毋乃行入咱的这生活当中，佮甲其他的这个旧产业。各一届来合作，你头拄有讲到，就是咱这个英国的这个部分啦吼。过去在这老师可能嘛是面对着可能这个行业会豆失传，但是佮照着回增，佮一届复兴起来。对，所以大家拢对这回增足有希望的，就是遐老师傅甲老工厂拢足有希望，因为伊真正是一个足需要大量性的物件，就是装潢的这个物件，所以。大家拢伫遮最认真咧做的，所以失败大家嘛最认真咧做的。所以我希望回增伫台湾是一个文化，伊嘛是一个新的产业。对，会当甲重要是会当做文化的外销。文化的外销。对，台湾的兰花足水的，台湾的师傅足珍贵，咱当借由花砖把这文化传递出去。100年前的回增是外国人做的，那100年后回增是咱做的，所以咱当甲足侪足水台湾的文化，安尼规个外销出去，我是感觉是一个足好的文化。有影啦吼，咱讲过去这个文化的宣传，过去咱讲是日本过咸水来咱台湾，即阵会当自台湾做一个起点，佮销去。全世界对哦，所以这20年来真正无白了工吼。无，因为文化对我来讲，文化是一个足长的过程。所以头前20年，阮累积台湾的文化、化妆文化，当去一间博物馆。所以过来10年，阮用10年的时间要去做文化的宣传，所以包含这外销啊，包含出国去宣传。阮今年就已经出国。5届啊，去5个国家做展览，去做宣传。阮连中东嘛去啊，对，阮甲国家做伙去的。是，国家嘛做阮支持阮的，所以阮甲国家去中东啊，去欧洲啊，去亚洲做侪国家咧做宣传，拢真成功。尤其咱讲吼，过去是日本安尼销过这个全世界每一各地啦吼，尤其迄当阵这个印度嘛有。咱讲因的这个画、这个图，拢甲即阵咱所想的有较无共款的这个部分吼。因为迄会当客制化，所以印度拢是佛教的头。是。孔雀啊，因为印度人就爱孔雀的，所以要安怎针对大个国家，所以每一个国家有家己的回增文化，是属于当地的民情风俗，像这黄金万两啦，就是共款。是。所以只要咱嘛是这个时代嘛是共款，甲这个时代的物件用伫回增馆顶输出，有可能根据当地的需求去做克制，甲外销出去。遵照伊个需求啦吼，尤其咱讲会当照着这个回增各一届。复兴啦吼，尤其咱拄仔讲到这个兰花嘛已经咧画啦吼，可能伫咧这个3月4月就会当出现啊。尤其咱讲这个石虎吼，还是讲这个山鸟啦吼，冇人安尼甲叫啦吼，嘛是一种这个咱文化这个部分。尤其咱讲这个石虎已经嘛失传真济啦吼，甲这个回增过去共款，豆要失传啊，但是照着安尼豆会当有一届有这个基地伫咧。因为阮甲足侪艺术家合作，因为迄是台湾的足好的艺术家去设计回增嘛。所以，阮就感觉讲台湾的花卉啊，足侪，所以台湾的花卉足侪，因为足多元的，所以原生种，所以伊就有机会放伫回增，去做一个宣传，迄是一个足有竞争力的物件。有影啦，真正会当透过回增，
搁一届，互台湾徛起哩伫这个世界舞台，今日非常感谢咱的这个市嘉宾，这个上山的馆长啊。但是咱的这个资源是豆愈来愈济啊，然后有文化部的这个加持，今日非常感谢馆长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谢谢主持人，感谢。嘉惠花庄春果厝彬彬君子团署名，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后回再会，感谢，多谢，谢谢，感谢啊，多谢。哇，真赞，真赞啊！嘿啊，尤其我上爱你的迄个小可，小可我，嘿啊，我介绍你，无啦，唔免啦，真正係足特別的，对无？就是讲全世界无做。无我会量产，会量产哦，对啊，因为迄安尼你迄个有啥物美感？